大家好，阿里巴巴正在經歷重大嘅轉型，未來3年將會投資3800億人民幣響呢個 AI 嘅基建設施。究竟可唔可以從傳統電商搖身一變成為 AI 嘅霸主呢？過去嘅1年，股價有明顯嘅上升，到最近3個月有明顯嘅回調，回調嘅幅度大概係25%。到底呢個係買入嘅機會，定係背後隱藏咗咩嘅危機呢？等我哋利用 AI 進行解密，進入基本分析。大家而家睇到呢張圖表係經過 AI 深入嘅分析，再加上我自己嘅過濾精煉而成㗎。首先我哋拆解一下阿里巴巴嘅護城河。淘寶嘅市佔率大概有44%，前幾年係大概係50%以上。咁佢嘅市場比呢個拼多多同埋京東蠶食緊嘅，所以就係響一個下降嘅趨勢當中。而阿里雲嘅市佔率大概係36%啦，咁係有市場領導嘅地位。緊隨其後嘅就係騰訊同埋百度。通義千問係阿里巴巴自主研發嘅 AI 模型，首週推出已經係達到1000萬嘅下載。再配合埋佢本身強勁嘅生態網絡，喺呢個企業應用上高，佢絕對係無敵㗎。我哋睇到電商嘅護城河係不斷咁被蠶食緊，但係 AI 方面嘅護城河係持續加強當中嘅。到呢個增長前景，咁佢電商方面其實已經飽和㗎啦，所以增長嘅幅度係唔會多，就係維持個位數嘅增長。我哋聚焦響佢嘅雲計算同埋 AI 上高嘅增長啦，咁增長都係好驚人㗎。AI 嘅話係連續9季都係有3位數嘅增長嘅添。預計26年嘅 EPS 即係 Earning Per Share 大概有接近2成嘅增長。咁呢一方面我哋要密切咁注意佢嘅業績啦，係咪達到佢預期嘅效果？財務方面2個字講晒就係健康啦。但係最近有一點要留意下，就係佢嘅近期 Free Cash Flow 係負數嘅。因為佢就抌咗好多錢落去 AI 度，咁對於一個轉型嘅公司都係好常見，而現階段就係唔需要擔心。咁我哋要密切注意就係佢嘅增長係會唔會達到佢嘅預期。到值博率，咁今日我睇個價錢係147蚊，究竟呢個價錢係吸引定係唔吸引呢？咁而家佢 PE 20.6倍，從呢個傳統電商嘅角度係偏高嘅。未來嘅 PE 預計會更高，因為響呢個資本投入嘅階段，PE 係暫時反映唔到出嚟。但係喺市場上高普遍嘅機構分析呢，都認為而家嘅股價大概係存在30% 嘅折讓，所以我哋投資阿里巴巴最需要注意就係一點，未來佢嘅 AI 變現嘅能力達到預期。至於去到用咩價位買入，就要用到我哋嘅技術分析啦。我哋從圖表睇到阿里巴巴係處於一個上升嘅形態，咁佢有一條好重要嘅頸線，就係呢條。大概係116蚊呢條頸線啦，係幾次都突破唔到，到最近期係反覆試，然後出現一個巨大嘅突破嘅。而佢嘅上升，我哋睇到係配合大成交量嘅，成條上升軌係配合呢個大成交量上嘅，所以就累積咗唔少嘅上升嘅動力。近期嘅股價趨勢，咁都好明顯見到一條下降軌出咗嚟，係一條收縮嘅下降軌。而喺1月5號就出現咗一個所謂嘅假突破啦，就突破咗呢條下降軌。呢個假突破其實都好明顯嘅，因為個量實在太少啦，係配合唔到呢個突破。我自己嘅收集策略就會分開幾注去慢慢收集嘅。現價其實已經可以買第一注，點解咁講呢？咁我哋拉個 Fibonacci level 嚟睇下。咁現價其實啱啱跌到呢個位幾次都係61.8呢個黃金比例就停咗㗎啦。所以呢個係比較強嘅一個支持位啦。去到呢個下降軌嘅底部137、138附近，
又可以慢慢收集一啲啦。呢條藍色係200天線嘅附近，又可能會收集啦。咁俾大家睇一睇，其實呢條200天線響佢上升嘅過程係有一定嘅支持嘅。咁呢度啦，同埋呢度啦，附近啦，都係有一定嘅支持嘅。最後可能呢個突破嘅位，如果配合呢個成交量再突破嘅話，咁響呢個大概154左右嘅呢個位，如果佢配合成交量突破，都可能會再次收集嘅。止蝕止賺暫時就唔會落住，要密切注意佢下一個業績 AI 變現嘅能力。以上所有嘅分析都係我叫 Perplexity 做一個深入嘅研究，再加上我個人過濾而成嘅。如果你想自己做有關嘅分析，其實都十分之簡單，可以話即學即用。有興趣可以睇翻我第一條片，click 一 click 呢度就有一個好簡單易明嘅教學，就係可以用 Perplexity 做專業嘅股票分析。嚟緊我大概每星期會出2條片，咁針對一啲熱門嘅股票係用 AI 進行分析嘅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訂閱，俾個 like，多謝大家，拜拜。